来看这南高雄超过50档历史的两间病院，就是区外科甲大同病院的，陆续伫今年拢收起来。卫生局是证实讲，今年有4间地区的病院停业。有机关是认为讲，这南高雄呢是无高龄医疗相关的门诊，所以要求卫生局来盘点捷运大同站的开发案，争取设立高龄医疗的门诊中心。 一家医院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是日照，或者是一般的病户，或者是急诊开刀，收到哪一间？大东啊！在地经营超过50年的大东病院，伫9月底已经收起来。医院这期，高雄的老人人口数到今年3月已经超过55万，占总人口数的2成，已经是超高龄城市。这伙人的医疗需求日常照顾要更加重视。不过南高雄的地区病院煞一间一间关门，虽望有凤山病院加入医疗服务，不过对这伙人来讲也是无够利便。心脏科啊、外科拢来到中间本院。 其他较简单的，才伫凤山病院看。对，啊，你若要门诊哦，就歹挂。民众望就近有一个所在通做一摆看守过镜头，市议员林雅静表示，北高雄有高雄整合医疗中心，为什么南高雄无？南北医疗资源无对等，建议卫生局爱好好利用大东捷运站的联开案，结合凤山病院，打造一个方便济伙人看医生甲日常照顾5、6个场所。遮尔好的所在，比任何一个大病院更较好，更较方便。 啊！你即马唔用，要当时用，要当啊检举，甲厝拢卖完去了，你看来找无所在吗？迄是艰苦着老百姓尔。我目前已经争取到的是日照跟我们英法族健康俱乐部，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会争取。卫生局强调，除了原地规划121平医疗空间来做日照中心以外，更有增加运动俱乐部，总面积达到206平。未来将会结合边仔凤山病院，透过医疗甲运动整合的观念，提供时代多元的健康服务。记者郭亚如、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